大家好，今日由我4幾日1羽田地產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市中心嘅一個租盤。呢個租盤位於丁雅苑，丁雅苑一共3座，近巴士總站、街市，樓下有好多嘅食肆、學校，去周圍都方便嘅。咁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95尺，2房2廳嘅一個設計。帶大家先睇一睇個廳啦，咁下廳分明啦，同埋望返出去呢，都非常之開揚嘅，可以見到學校啦，下邊停車場冇遮擋，私隱度高。再嚟帶大家睇一睇房間，咁房間都非常之大闊落，3邊露牆。望返學校，所以呢度都非常之安靜。咁方向都係西南方向啦。另外一間房都係可以擺到雙人床，3邊露牆，同埋有一個衣櫃，都係望返街市同埋學校景。再嚟帶大家睇一睇個廁所同埋廚房。廁所都係乾濕分離，非常之闊落。咁廚房呢，非常之大，明火煮食，有對流窗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請聯絡返我哋4幾日1羽田地產。多謝大家。